一全家食早斋，祈求蛇年好运来，男女老幼添别福，风调雨顺乐无涯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 有志气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 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二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 当初是我确实想要破坏美观和市场的感情，互恁单价加欠不灵，互你苦小丁无依无我。不过即马我已经袂安尼想，是安怎？因为我发觉，只要有你伫个，单价就会加欠不灵，市场和美观的感情会受到迫害。啊你？ 你着来家己逼到走头路，根本唔免我出手。胡小弟，你实在做讲的，每一人对你好，你拢唔知珍惜，佮家己逼到这种地步，害你身躯边的人有你操烦，受你拖磨，颠倒是我婚礼的人欢喜。 有当时啊，我在想啊，可能是天公伯啊，予你的报应。按过即马，我已经无需要报仇，我颠倒要甲这种斗相共。我爱你等于单价，那安尼，这种伊若欢喜，我嘛会做欢喜。你想要创啥？ 这样拍的喂，我还钱，我还钱！阿母，阿母，喂，是阿母打电话来啦。有讲人来打无？我讲啥无啦？伊就讲，伊无爱听，伊就挂掉啊。我听伊的口气，我就惊伊发生啥物代志的呢。 好诶，阿杜，你讲话实在有够趣味。啊，母诶，先搁咸捌字，是真歹拽拽。啊，母啊，之前咧讲阿杜啊话，你有听无？阿母啊，你妈王叔叔啊，小酒醉啊，袂啉过用啉对，这就是讲，迄好，阿杜话要安怎讲啊？好啊，Tiger， 哈 ，Tiger， 我唔拢无咧说成句，再讲伊 Tiger 安尼哦，好，阿杜。是啦，阿伯，唔是 Tiger 啦，是 Tiger。
泰哦，就歹讲的，你唔看安怎泰啊，拢共款啊，参泰哥拢共款啊。你就我以为泰哥啊搞的搞咩啊搞 monkey， 忙。搞唔得行咧啉烧酒，你唔食酒啊？阿爸，啊你即摆甲阿嬷就敢搞咧，忘记。王叔叔啊，这王伊哦，啊，你哦，你阿多啊，你讲的哦，真正无意思。台湾人哦，真正以前阮咧读汉语的时阵哦，迄老师咧教，迄真有意思，我无甲恁骗的。阿母啊，迄当阵你拢读日本话哦，无读汉语啊，比如要安怎讲？水准偌有诶，真济古道哦，偌有意思咧，像咱安尼啦。你讲即马讲咧英文啊，即马咧教诶囡仔咧读咧国语哦，无咱的音遐侪音，迄汉文八音，迄头一个哦就，可比安尼好做。你甲我讲，你来讲，滚 You are very handsome。滚，安尼对哦，会吼，迄偌有水准嘞，已经有哦，尻川啊，这人啊，你敢知影？迄尻川什么意思？哦，迄意思真有深，恁少年唔捌，老遐教。尻川，你看哦，啊咱两只脚安尼踢掉咧，对不对？踢只对不对？啊，只为只针放开出来，安尼好做尻川，吼，迄偌意思诶。莫讲迄啦，即摆食物件啉烧酒，哪讲遐去啊？啊！你少年人唔捌，老遐教你都无唔对啦。我无甲你变，你偌有意思，人个以前咧老来话拢嘛真有意思。伊讲话说尻川啊，他倒袂变安怎讲尻川？哦，叫巴腾，我意思讲。食饱就爱烫就对了。哦，烫我要来去甲便所便好，我要来了呢。食饱就爱烫。阿爸，你去倒啦？我来便所。便所较细你来，哎呦，惊我有滑倒啦。我要来跋倒，我吼讲着跋倒，我才搁甲恁教，这爱听有。咱以前古早人讲一句，少年若无一遍讲，食老哪有有。就意思我少年要跋倒去乌池啊，我唔只囝甲我跋一个，我倒真久，我食老都不袂搁跋倒啊，我就无咧讲，我真清楚咧我。哎呦，阿爸，去灶骹啦，便所伫遐啦。啊，你这间厝我去的，我也算唔知影便所使啊到伫遐，就靠你甲讲啊，你说你算唔知啊？哎呦，我无甲你问一个，你我头仔甲你问，头仔甲讲两下臭屁啊！细汉啊，啊，当我要安怎讲啊？叫拖嘞，啊就是拖嘞哦，我即唔下想要拖，我即我想要来。阿伯，哎呀，该回去。阿伯，还在大哭啦。阿伯，安怎？你起床啊？小酒。猜歌，阿祖啊，你讲的话真正有猜歌，好，我这个猜歌，咱台湾话咧讲，就有水准。以前老师咧教迄汉文哦，迄有15音、45音秒咧翻的，迄号做迄流利、便比、起、地体，还佫有普皮。阿妹啊，我看你嘛忝嘛，你先去休困。志玲，你能够教我一句英文吗？好啊。高早要安怎讲？高早 ，Good morning。蒙玲哦，歹势啦。其实阿兄啊，真正希望你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对象。
我一定会祝福你。我看你世人拢袂结婚啊！我莫你安尼讲，我莫你安尼想。你一定会找到比我更较好千万，去互我疼惜你，好我爱你。我爱你知影，不管你安怎做，我遐拢永远支持你。也毋过我唔甘你离开我，我嘛唔甘离开你啊！我遐我唔甘。我照顾家己好，知影无？你看，唔知你过得好无？人生的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刻中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可了苦。小丁啊，你食袂？你过年阿妈真是无转去哦？无啦，我无转去啦。哎呦，他永远嘛一世纪也无人咧卖物件，你安尼囥咧互枵。卡在阮新妇哦，有叫我传一寡物件转来，来，我传落去食，来。我袂晓啦。哎，小丁的呀，这普通些这饭就是逐顿爱食的，何况今仔是过年阿妈，啥物你袂晓？来，我传你食，来。好爽啊！来啦，来。你等我传落你食吼。好爽啊！我真正无想要食啦，你莫无闲啊啦。小丁的呀，那你是安怎样啦？是咧想厝的哦。既然敢是咧想厝的哦，你就转去啊。今仔的日子哦是无共款，是一家团圆的好日子呢。你敢知影？英雄哦，我新妇是对我偌好咧哦。你规地碗哦，是甲我硬甲咧转菜啦，互我咧食拢袂腻啦。哎呦，我常常感觉讲哦，阮两个大家新妇哦，敢若哦，什么怨恨拢无啊共款呢。若真正安尼吼，你哪阁要转来啦？阮囝甲阮新妇哦，嘛无希望我转来。哎呦，这些年来哦，今仔感觉上好，你都唔知咧哦。迄普通时啊，阮迄个孙哦，哎呦，阮新妇哦，拢唔互我吸着啦。今仔日无共款咧，阮迄孙哦，就一直拄来我的身躯边，规夜暝安尼甲我念条啦，安尼阿妈等我，阿妈等，哎呦，叫到我是安尼欢喜噶啦，哎，是讲哦，伊那里哦，雄雄要叫我转，安尼我才简单就搬转去哦，我是袂算啥。我是讲哦，搁一段时间我甲看卖啊，看伊两个翁仔某是毋是真是有改变？若真是有改变，我才考虑看要搬转去。啊，对，我后生甲阮媳妇哦，拢有我红包。我今晚才有两个，来，我一个互你，互你一个好彩头，希望你紧转去哦，一家团圆吼。好爽啊！我敢是一个歹人？啊，歹人？哎呦，那你是咧恶你讲啥？你唔是歹人，唔是歹人。既然我唔是歹人，我是安怎所有人拢安尼讨厌我，安尼怨负我？小弟嘞，
你是安怎样啦？唔通哭，唔通哭，你是安怎？你紧甲我讲，安怎样？你唔通哭，唔通哭，过年阿妈唔通哭吼。我无法度转去，我若转去哦，有多到我不敢加欠不灵啊！我袂当转去，我袂当转去啊！兄弟嘞，兄弟嘞，兄弟嘞！总经理，你来阮兜有啥物代志先？我想要甲你休息，休息。我等去日本了。你要转去？你等下台湾毋是有目的？你的目的敢达成啊？你是安怎即摆要转去？志中，我转去进前有几句话想要对你无讲，敢会用的？你想要甲我讲啥？我甲你阁有啥物好讲的？你是叫我甲这种让你信？我是要甲你押幸互你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我本来想要利用志中来毁掉邱小弟，按过即马才发觉，志中根本无可能受我利用。啊，邱小弟伊家己就会毁掉伊家己。你可能无了解我的意思，啊，毋过你去问你阿爸，伊一定会甲你讲。美娟，真是嘞，这段时间你受足侪委屈的。咱有是查某人，你受的苦，我拢了解。啊，毋过美娟，我恭喜你，我用心计较，牺牲遐尼大，到尾啊，我嘛是一个失败者。这种爱的是你。为着弥补我的过错，我送你一项礼物。这是啥？邱小丁即摆就住伫遮，你去甲接回来。我若有机会搁转来台湾，我一定过来看卖，看这间大厦厝，敢搁有伫。美娟，伊拄才甲你讲啥？伊甲我讲一个好消息啦，好消息，阿母找到，阿母找到啊！阿母即摆就在遮，咱来紧来接回来，我来甲阿爸讲，我去叫车，吼。好。第一名演出大亚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亚厝。有一刻就赢你哟，幸福赢着。
才苦了苦。我阿母的消息来了。是啊，我收这个消息了。你人在倒了？我听机长张明讲吼，阿母人即摆咧徛遐尾啦，机长咧叫车，我即摆要来看伊啦。干，你做阿爸来去追。阿母即摆状况毋知安怎，咱先要也受大压力啦。我甲机长先来看卖啊，阮来尽量甲母抓转来，你咧厝等好无？这无好啦，你紧去，你等下好我考你老母，你等下甲拖转来哦。我知啦，来，你厝等，我就要来去啊。哦，紧去紧去。老爷，志玲啊，你伤困了好无？会管事无？姨妈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厝，我要哪会管事啦？啊对吼，我煞袂记的。来，食，已经2年无食到台湾料理啊，来，紧食。过年时吼，无食鸡肉讲会衰啦，来。哎啦，紧食，食人通落转来大厝，吼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。